完了，完了，我已经在那边自己讲了很久。喂喂，我还想说怎么没有人要理我？完了，完了，我太伤心了。等一下，我要把它滴血起来，这太好笑了。好，我们全部重来，耶耶！完了。太棒了，靠腰！我还想说，这不是传说中的那个吗？就是之前会有人看到，不是会有人，之前我在那个推特上看过有人发文，说什么，就是今天本来以为开了台，生意特别惨，都没有人来看，甚至聊天室也没有人要理我，然后开了20分钟才发现，原来是没有按到开始直播啊！啊，这我真的完全就是本人。为什么你刚来箱子就在碰？因为你太晚来了。你早点来，你不就可以早点提醒我了吗？先检讨观众合理吧？绝对是先检讨观众。好好笑是吗？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我太伤心了，我要喝一下水。我自己在那边讲20分钟，我想说奇怪，今天没有人要理我是怎样？真的礼物真的好善良哦，平常都会躲起来偷偷看台不讲话的礼物，终于在20分钟后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这句非常关键的话，我现在就定选在聊天室，希望不是没按到直播。真的真的。好，没事。那个在座那个有 VTuber 朋友有在看的，就是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哈。哪一天那个开台觉得都没有人理你的时候，怎么不找自己的问题？怎么不找自己的问题呢？有没有可能是没按到直播？真的哇，救命哦！原来我也会有这一天呐。好，没关系，那很好。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蕊过的直播，就变成了有蕊过的直播，一定那个演出效果一定会更加精致，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那个今天的，不是我本来还想说早5分钟先开。然后早5分钟先开之后，我先把那个载入画面放出去。我想说，就是先跟大家提早5分钟聊个天，然后就我想说奇怪，我早5分钟跟大家聊天，怎么也没有人要理我？我还问大家晚餐要吃什么，我还跟大家说我本来肚子有点饿，对，然后我现在被自己气饱了。好啦，那好，没错，真的 rookie mistake， 没错，真的是低级错误，有够低级。好没关系，至少我们可以把低级当有趣，好不好？就给大家制造一点娱乐效果。好，那我们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这个新名称鉴赏吧。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投稿对，然后我先把那个表单回复关起来了。对，我想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下班，早点吃饭。对，所以我们今天晚了20分钟开始。好，那好，我们就真的来看我们的第一个投稿，是来自我们魁宇，卡牌系 VTuber 魁宇。虽然现在好像都在玩魔物猎人，玩到咪咪冒冒好，但是我们来看魁宇投稿了什么样的新形态名字吧。不是帮火蛇取新名字，然后是帮人形取新名字，你就直接多一个人这个字，然后把它塞在火跟蛇的中间是吗？是这样子吗？
好，但是他有讲到一个，就是我之前我不知道哪一次直播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我想有机会的话，这个可以凑一个金木水火土的战队，你知道吗？就是火蛇有火，然后看有没有人要一起来跟我组队的，我们可以组个也不一定要金蛇、水蛇、土蛇啦，就是名字里有带金、带水、带土的，好像也可以来，就是来组个团哈就对啊，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以团队为单位直播，好像也蛮有趣的。对，阿红安欢迎，对，那就我不知道魁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啦。但就是他说一样凑出，所以应该有。对，金城武，对啊，金城武就是你看姓金嘛，已经有金了，然后那个城又是土部的，但是又带金又带土的，他可以一个人当2个人用不是宇智波带土，不是，来我们看一下，刘克恰上来贡献一下刚刚的糗事，蒸蛋之后拿出来，电锅喷了洗碗精，保温，想说比较好洗，然后发现蛋还没熟，完了。可是你蛋已经拿出来了嘛，所以你是不是把电锅洗干净之后，蛋还可以放回去继续蒸，只是就不是保温哈。这应该还是有救的啦，就跟那个直播了20分钟发现没有按开始一样，还是有救的。那个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那么毁灭性，对，大部分的事情都还可以挽救。好，被迫洗碗，没事，那你就知道洗完才有蛋可以吃啦，可怜。不过这个人蛇集团，我觉得这个听起来蛮有趣的。虽然目前那个变成人形的橙火蛇只有我一个啦，对，但是如果以后有谁的名字里也有蛇的，然后又变成人形了也是一种人蛇，那再来组个人蛇集团，好像也是不错。对，好，那我本来在想要不要给大家的名字打分数，但这样子好像太尖锐了。但是对，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喜欢的程度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就把它先保留起来，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右上角这边。好，火人蛇我就把它留起来。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下一个投稿。我的日文实在是不堪一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念。因为我是真的不会，还是我也做 tier list 吗？好像有道理耶。不错耶，该做个 tier list。你们等我一下，我马上开一个。但是他好像没办法直接打字，是不是？他广告也太多了吧？我要怎么用 ？Upload images to be used in your tier list。什么？所以我一定要准备图片吗？我一定要准备图片才能用吗？那算了，我们手动。要做成图片才行。好，那我们手动，我们用文字版来执行就好了。那我们就，好了，我们就用 SAB 好了。我也可以用 Excel 吗？好像 Excel 会比较干净一点。好，不然我们用 Excel 好了。那再等我一下。
哎、好，可以，因为我的那个试算表里面有一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看，所以我刚刚要那个专长一下。好，哇，那刚刚这个，我想一下啊，我们现在有4个分级可以分呢。哎、你们也可以讲一下你们有多喜欢啊，就是我蒙惨客，看你们觉得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个名字，你们也可以讲，说不定那个我就会把它排在比较高一点这样子。好，火人蛇哦，火人蛇，给他个 R 好了，感觉算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对，但是我需要说明我的评分标准吗？好 ，SSR 就是啊，就这个，一定就这个，这根本就是超适合我的名字。然后 UR 就是不错我甚至可以为了这个名字就是改头换面，我可以长得去配合这个名字这样子。然后 R 的话就是好像不错，好像可以用。N 的话就是 never gonna give， 不是 N 就是 not gonna use it， 就是应该不会用，就是可能我觉得比较不适合我这样子。对，没有啦，没有抽卡啦，只是那个想说，因为刚刚有建议，就是我直接开个 tier list 来评价一下大家取的名字，然后。真的UR 应该比较高吧 ？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 完蛋了，好笨哦，怎么这样？好，不然我们今天就没有 UR 好了，因为我分不出那么多集，我觉得我的审美疲劳，分不了那么多，我们就这样，慌张箱子真的。感觉今天状况比较可能有点太累，所以就是非常砰。好，那没错，阿修罗赖吧安安，这就是放必杀技前才在想名字，就是这样，没错。就对，好，框框来好，那评分标准就刚才简单说，我们再讲一次，因为刚刚那个稀有度全部讲错，笑死，对。大家拢做忝的，对啊，就大家拢咧打拼讨谈啦，讨谈无轻松啦，吼，UR 就是什么自己想的，没有，不是，我不能直接切赞，就是大家努力想的来说，我想的，不行啦，好，反正再说一次 ，SSR 就是我觉得这根本就我完全超级符合。很适合我的新名字，好SR 就是我觉得好像蛮像我的，然后我甚至可以为了变得更符合这个名字来稍微变形一下，改变一下自己的长相。对，那 R 的话就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如果我爸妈取这个名字给我，我不会去把它改掉。N 的话就是如果我爸妈取这个名字给我，我会想去把它改掉，就像这样子。好，阿修罗代把问了一个好问题：现在投的名字是真的有可能变成官方名称的吗？对，在我按开始直播之前的那一个 take， 那个时候我有讲到，就是我因为大家应该都习惯叫我火蛇了，然后就讲到火蛇就会想到我，所以我应该不会改我的频道名字，我的频道名字应该还是会叫宝箱怪火蛇，或是陈火蛇。就单灰记这样子。那但是之后如果我去其他地方活动啊，或者是其他我想要用不同名字出现的时候，我就可能会用新名字。对，那我会再评估一下，但是频道名字应该是不会改。阿峰想要改名，对恁母的姓。那算是改名还是改姓？这样应该算改姓啦。对，但是他登记上是不是也要消耗一次的那个扩打？这我就不知道了。算一个形态名称，有点就差不多吧，算吧。就是如果你用新名字叫我的话，我会觉得你是在叫人形的我啦。对，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2个投稿。对，刚这是魁羽头的火人蛇，
如果我爸妈现在投还可以吗？我已经关起来了，我已经关起来了。我想说，如果一直开放大家投下去的话，好像就是我怕等一下太热络啦，结束不了，会有点尴尬啊。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热络到哪里去嘛，那我还是开一下好了。太棒了，没有原则，先开先开。等一下如果大家投太多，我关不了台，我再把它关起来，好不好？那大家趁现在还可以投哈，趁现在还可以投。好，来看今天的第二个。等一下，我忘记怎么念了，再看一次。有西都有，好，我们有西都有上，谁呀？这是阿轰吗？是你吗？阿轰，是你用了一个新名字吗？不是，叫你们帮我取新名字，没有叫你们那个你是谁那边也写你自己取一个新名字，这样我会认不出谁是谁呢？好，这样等一下那个名字取太烂，我要找人算账。找不到人呢，不行啊，不可以耶。好，这个名字钢弹灰记啊，因为有公布那个剪影给大家看嘛，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像是高科技战士或是某种机器人比较适合用的名字。对，但是我想要变成人形，是要变成人模人样的，所以。对，火蛇钢弹什么意思？就是火蛇钢弹的意思嘛。就是如果有一台钢弹，它可以取名，它那一台的名字就机体的名字就可以叫火蛇钢弹啊。对，那观众跟主播一起升级，3月17大家一起改名，真的耶，大家一起改名也是可以。你们想改的就自己去改哦，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要改名，我也 OK。对，然后到时候我就认不出谁是谁。你们最好是名字改掉，头贴也改掉。然后我就跟每个人都说初见安安这样子，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对，永远都可以当做第一次认识，太棒了，哎，好，哇，这个名字哦，我想想啊，会觉得如果有这个名字的话，如果有这个名字的话。对，没错，万代吹个家来会被万代收拾掉哦。感谢提醒。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看是不能留，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这不行，这不行。来，我们把它放进 N tier，never gonna use it。好，下一个投稿。等一下，所以这是你吗，阿轰？是你吗，阿轰？是你哦，钱不是万能的，钱是万代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是万代的。这真是太刺激了。钱没有办法买到任何东西，但是可以买到任天堂主机，这样子吗？是像这样子。再来是我们天会，我们游戏精灵集彩天会的投稿，炫光火炮。真正的万劫不复，真的，对，会被万代打到万劫不复，会掉入万丈深渊。大家头贴名字都换掉，这个社群是一种替修斯之船吗？差不多吧，还是一种集体的那叫什么化妆舞会吗？每个人都变成外表像别的人。我知道，干脆你们互相 cosplay 算了。互相用别人的名字跟别人的头贴，好像不行哎，这样好像太刺激了。你好，蛇董，我是蛇董吗？不是，有人真的跑去改名字哦。不是，有人真的跑去改图跟改名字，是不是？这位李嘉诚是本人吗？是本人吗？哇哦，真的假的？不可能吧？不可能吧？应该是不可能啦！救命！会不会真的礼拜一到时候大家来，然后就每个人都把名字跟头贴都改掉，然后我就完全都是一堆我没看过的人，也是蛮刺激的啦。你们要确定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炫光火炮。
炫光火炮，这听起来非常像一个招式的名字。对，如果是本人拿10亿收购频道可以吗？可以。那你10亿要先拿来，那个绿界应该是塞不下10亿，但是对你10亿先拿来，这个频道卖你之后，我直接再新开一个没关系。对呀，你要把别人的频道整个端走，你至少要拿出相应的钱嘛，对不对？用巴拿马运河跟我换会换吗？可以啊，巴拿马运河也很值钱吧？应该也超过10亿吧？它的价值应该不止10亿吧？这我是不知道啦。你整个运河拿来跟我换哦，虽然我不会用，但是我可以给会用的人用，好像不错我信他是真的李嘉诚，还是信刘克恰赏明年画一本色本？当然是信你明年画一本啊，明年还时间充足呢。明年是2026嘛，今年也才过到3月，明年画一本你有几个月？12加数学好差，你至少还有20个月。当然要信有本啊，你至少还有20个月可以画，非常有可能啊。但是你要画谁的，你要先讲，可以不要画我的吗？也没有说可不可以，也可以啦，我就收割流量啦，没关系，当然可以。对，你想画谁，不要犯法都没关系。哦，记账现在钱来起学校，袂歹，真正有10亿。真正有10亿，直接起一间台语学校会使，可以。1秒10亿差不多，对吧？运河当然值钱啊！阿汉我一例耶，真假的？我怎么没看到？哦，原创哦，你只有说，你是说色本？奇怪，我怎么突然找不到那个？啊，你没有原创吗？真的吗？原创吗？哦，也不错，那很好啊，那你一定要画，然后就是甚至可以帮你大肆宣传。原创2字没打到，好，没事，现在知道。箱子本吗？应该不是吧？我不是。都要变成人了，可以不要再对箱子出手了吗？都要变成那个人模人样了，为什么不对人模人样的我下手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反而对箱子比较有兴趣啊？到底是怎样？好，我们来给炫光火炮一个分数，不是分数啊，一个等级啦。人模人样是这样子吗？是这4个字吗？人模人样是这样子吗？好，没关系，你们就看我到时候会不会变成什么超邪恶反派，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哦。你们礼拜1记得给我来看，你们就知道到底那个外观变了，是不是个性也要有这个360度的大改变呢？你们知道360度的大改变跟没变是一样的吗？因为360度就等于是转回原本的那一面，所以对。对，不是刘家长，那确定人形跟不是我不是我对这种自 CP 自己跟自己 CP 就不是特别有感觉，然后也没有太理解，但是好啦，没关系，你画，你最好是画，然后就是到处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就会看这谁啊，然后就会知道我是谁，然后就会来订阅、按赞、分享，在绿界抖100万，然后我就觉得很快乐。也可以，你画尽量画，真的没问题。360不够啊，要720，好，多转几圈，随便转，就这样旋转我没关系。好啦，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炫光火炮。如果我爸妈把我取名叫炫光火炮，我会去把它改掉吗？你们会吗？我应该不会，我觉得蛮炫的。这个名字其实好像蛮有记忆点的嘛。对，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过吗？我应该是在按开始直播前有讲过啦，那大家应该没听到。就是我其实也在想，就是
因为我刚开始看 VTuber 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看的比较少，所以知道的人也不多。然后我那时候一直认为大家取名字可能就是会想说，你取一个你可能就是真的是日常生活中会遇到有人会有的名字，就有点像歌手的那个叫什么，歌手的艺名，或者是作家的笔名这样子。就是他虽然不是本名，但是他听起来可能也像是一个就是名字，就是名字。对，但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就是其实蛮多VTuber 取名的时候会塞一些谐音的梗之类的。对，阿慧是不是累了？对，有点累了。刚刚就是没有啦，就是最近同时准备 2.0， 然后又刚好接到比较麻烦的委托，所以就比较累一点。对，拍谁。如果你们想要我做少一点委托的话，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好，对，然后就是我就发现有蛮多 VTuber 朋友取名字的方式是会塞一些可能像谐音梗，就比如说他可能外表看起来像我随便举例好了，他可能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宝箱，然后可能你把他的名字念出来之后，他就会念起来刚好很像某种箱子的谐音吗？比如说那个 VTuber 它是一只狗狗，然后它的名字你念出来，你就会发现刚好念起来像某个品种的谐音这样子。对，会好像蛮多会取这种名字的。对，我本来不知道。对，没错，像是阿修罗代吧，就是对嘛，阿修罗街上那个罗代吧，对，这种感觉。对，我好像不能举例啦，举例有点尴尬。应该没关系啦，我觉得稍微举例应该也没关系，我也没有要凑人家，然后大家可能还可以顺便去看看他。博美对，像博美，像那个真的吗？这个有看吗？跟我想到的是同一位吗？我知道有一位就是唱歌蛮厉害的 VTuber 朋友叫白白博美，然后他是一只博美。对，然后是还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刚开始知道 VTuber 的时候就知道的人，对，他叫做乳糖不耐。我本来没有发现念起来就是乳糖不耐，它是一只乳糖不耐的牛，然后它的名字就叫乳糖不耐。原来是这样子吗？原来是这样子。对，反正就发现蛮多人取名字的时候是这样去取的，所以我好像就也习惯了，就是 VTuber 的名字听起来会可能跟我们平常的世界的名字会比较不一样，这是非常正常的。对，真的吗？有人跟我一样本来没发现吗？对，那个藏的有点好，那个真的不会特别，就是我觉得有点难发现耶。我就是某一天突然晚上那种睡不着的 moment， 就是有一张经典名，就是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什么准备要睡觉，然后你的大脑就突然跟你说怎样的那个名，对，就是那个感觉。我就是某一天就突然我的脑袋就跟我说，乳糖不耐就是乳糖不耐的谐音吧。然后我就真的耶，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对，大家可能都看过那个迷嘛。对，不是，怎么讲到这对，所以就是我好像就接受了，就是大家的就是 VTuber 的名字跟日常生活看到的名字会差蛮多的，是很正常的。对，所以我觉得炫光火炮拿来当 VTuber 名字其实还不错耶。对，零更相系，没错，大脑就是在奇怪的时间给灵感。我有听说过，就是大家如果缺乏灵感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就是我有听说过，这是一个好像忘记谁会用的方法了，好像某一个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反正就是因为发现说，其实我们的大脑在那种半梦半醒之间是最会突然有灵感的。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啦，有时候就是在睡前准备想要睡觉的时候，就会突然就有灵感。然后就要突然爬起来把它写下来。对，那就对，大家也可以试试看。需要灵感的时候，你就试着在准备要睡觉之前，如果真的有灵感，赶快把它写下来。好，总之我觉得炫光火炮这个名字还不错耶，就是如果我刚好会发光，又有很多 LED 灯条的话，我会用这个名字。半梦半醒之间，发现自己不在房间。有一点点恐怖，
这是怎样梦游吗？突然发现自己在梦游。副作用是头痛，对，睡觉一直打断，然后睡不饱，就是真的会头痛。尤其是我还蛮容易头痛的，所以我这招不能太常用啊。好，这个人没写自己的名字，不敢写齁。取这什么陈火灾？陈火灾不是。谁会取名叫陈火灾？你如果有小孩，你会把它取名叫张地震吗？张地震、林淹水，还是什么无坠机，还是什么？怎么会取叫陈火灾？火力旺也不用这么旺吧？这个 N tier 有人提到灾害吗？防灾四 VTuber 怎么就出现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该不会是你投的吧？不可能吧？应该不是吧？应该不会啦。我来拉大一点，这个 N tier 这个不行，就是N tier 这个判断标准就是，如果我爸妈取这个名字给我，我会去把它改掉哦。如果给我取名叫火灾，我会去把它改掉。真的有张震，有道理，真的。防灾是不会投这个齁，你应该会投防灾相关的，不是投灾害，是这样讲吗？对呀，需要追得逃，对，不是水龙头不够吧？需要消防栓才有办法。好，到底谁投的？要不要自己承认？你会投谐音梗是吗？你现在投还来得及哦。我现在表单没有关起来哦，我没记错的话，说明栏应该有，说明栏应该还能投吧？好，想投的可以再趁现在。好，再来是我们也是 VTuber 朋友千招上投的，非常有这个文艺气息，因为字有点难念，我甚至要查一下字典才知道怎么念。他投了2个名字，第一个叫意志，这个字念意，我查了一下才知道，意志。如果我很坚强，我就可以说我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意志。对，这个我其实蛮喜欢的，我觉得蛮炫的。那就是他可能想要帮我加强这个火元素的成分，所以他直接给我4把火。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字，意志。然后另外这个字念眼，3声眼，眼之啊，眼之。但我觉得念起来的感觉，我好像比较喜欢意志，听起来比较听起来比较强大，听起来比较有力量。眼之听起来比较没那么强大，但是也是很文艺感的。然后我有试着查一下这个字的台语怎么念，但是我看字典里没收到，所以我也不知道。真的，这个名字用了之后，一般聊天室初见都会问这个名字要怎么打出来，这应该会蛮难打出来。我刚刚甚至我试着直接用那个新注音输入法打看，打不出来，我只能用复制的，或是就是它选项太多，我错过了。对，好，然后前面可以接个姓，我觉得我就继续姓陈啊，对啊，就本来就姓陈，我们就继续姓陈就可以了。好，什么意思？看不上的和尚，也是啦，我比较，我好像就不是一个很强势或是比较硬的人，所以想要取一个听起来比较强壮的名字，也是合情合理的嘛。这个我觉得可以到 SR 哦，就是我好像我甚至可以为了这个名字去变得更像这个名字。眼之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到那么就没有到那种超赞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我爸妈给我取这个名字，我也不会去把它改掉，所以这个叫眼之可以放到，我觉得可以放到 R。这个字怎么念？博什么？太棒了，我又可以查字典了，我可以学习好多中文字的念法。焰啊，也是念焰啊。焰就是火花跟火焰的意思，原来如此。
果然是围绕着火属性呢。啊，原来是台湾艺人吗？哦，台湾艺人，我发现我有时候其实还蛮不熟的。对，我好像小时候也比较少在看台湾艺人的节目，所以如果你们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讲了一堆大家都该知道我却不知道的话，就对，就没办法。那我就来虚心学习哦，虚心学习这样子。好，我们感谢千招的投稿。好，再来啊，君莫滚吧！我们齐厚厚的投稿，闪闪亮亮华丽宝箱，不对，闪闪亮亮华丽百香怪吗？百香吗？听起来被抓去做成百香绿茶呢？或是很像那种俄罗斯娃娃，箱子里面还有箱子。我记得我其实可以变出更多箱子，哒啦，就像这样。这就叫香香的火蛇，2个箱子。好像还不错。好，我们就先保留这个形态，应该不会密集恐惧症啦，应该还可以啦。那要不要那搞个给？什么意思？哦，你说华丽、闪闪亮亮华丽宝箱怪吗？我也觉得不错我觉得虽然我们今天是要帮人形态取名字啦，对，但是这个名字拿来当宝箱怪的名字好像不错哦。阿慧有没有看JoJo？有啊，我超爱的，我知道，很像 King Crimson 的那个，他也是头上还有一个小头嘛，小头，对，他头上还有一个小头，类似这种感觉。阿咪刚敲过啊，要不应该还没。如果你应该有写名字，那应该还没，还很多啦，我们才刚开始。上面阿慧的小头，上面小头，不是都讲细粒头吗？这个名字我觉得好尴尬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帮人形态取名字，对，所以好啦。但是如果我爸妈帮我取这个名字，我也是不会把它改掉啦，我们就把它，我觉得字太大了，有点放不下。然后我的滑鼠真的好卡让我好生气我会不会礼拜一就被滑鼠卡到直播困难呢？不行我的大日子呢，不可以好啦，闪闪亮亮华丽宝箱怪，我们也给它 R 好了，真的不错。闪闪亮亮华丽宝箱怪平常都在干嘛？看黑黑芝麻汤圆毛团团精灵，喝 QQ 奶奶好喝到咩铺茶，开酷酷炫炫超赞直播，然后我掰不出来了。对，好啊，这个特别奖吗？好啦，特别奖啦，说的有道理。特别奖就是难以归类的，我会放在这里。我觉得难以归类的，我就放这。特别奖，大雨哗啦啦，手电筒亮光光，垃圾桶臭妈妈，这不是那个吗？章鱼哥的作品吗？这是的。来，再我们是空尼，控肉饭精灵，空尼。他取的这个名字灰吉，应该是因为大家平常如果台语比较没有常讲的话，看到火蛇2个字可能不知道台语怎么念，对，那看到这个中文就可以就会知道谐音就是灰吉比较像，对，有点像灰记这样子。那我觉得当绰号可以，当绰号还蛮2金灰吉吗？2金灰吉吗？好像不错2金灰吉吗？我先写下来。我觉得2金灰吉不错好适合哦。2金灰吉很适合当我的奇怪的，在开奇怪的台的时候，可以有奇怪的表演，可以用这个绰号
灰吉狼是什么？灰吉狼是什么？灰吉是可以色彩的什么吉考啊？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两金灰吉好他让这个灰吉的荒谬也不是荒谬，就是他让灰吉从一个绰号变成一个很荒谬的绰号，太棒了！两金灰吉，我甚至想要把我的频道直接改名叫两金灰吉了，怎么办？对，要有一字眉，我现在只有一字牙，我只有一排牙齿，我之后可以在脸上贴个一字眉哈，两金灰吉，好，太棒了！台词回就可以开这个有没有？台词回就可以请大家投稿，感觉两金灰吉会念的台词，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表演一下。有料，太有料了。好，这个爱偌济唔知，弄到无负责，弄到有声哦。好，但是我们扣子哥的投稿，陈岩嘴乌拉巴哈什么意思？这个名字好炫哦，很像那种，然后日本不良少年会放很多有趣的，不是有趣，放很多很酷，然后看起来很帅的汉字，对，然后嘞没有，然后就看起来很帅很中二这样子，好像不错哦。如果我爸妈帮我取一个这个名字的话，我是不会把它改掉啦。好啦，我觉得这个甚至可以给到 SR，就是我可以为了这个名字去衍生出新的个性，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为了这个名字赋予它一个人格，就像两金灰吉一样，我们直接先把两金灰吉搬到 SR 好了，就是我可以为了这个名字开一个台。好，陈岩嘴乌拉巴花跟两金灰吉，终极吗？对啊，对，好像说这个是终极系列的致敬吗？因为我连那个也没看过，不可思议吧？真的是没童年，就是你们认为一个正常的台湾人应该会看过的一些戏剧或者一些艺人，我很有可能都没看过。对，那只是让大家可以发挥那个听说看 VTuber 其中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看 VTuber 慢慢长大嘛，养成的部分，这部分就有劳大家来养成了，真的就是请大家介绍，就你们觉得台湾人应该要看过的作品给我。对这个也没看过，太棒了，我不孤单，不是只有我没看过。对，好，那这个可以开同步视听嘛？可能要看哪边它如果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放那个合法免费版在哪里，如果有的话，就也许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同步视听，好像也行哦。那我们再想想看，终极系列基本上一言蔽之就是漫画惨遭真人化，真的假的？所以他是先有漫画的，然后大家都很认真演，所以反而不错。你是说他的感觉很像应该是漫画的东西，但是被拍成真人化。但是因为大家很认真演，然后他其实也没有漫画，所以他其实是个不错的真人作品这样子嘛。因为我看过一点点片段，所以可以理解大概是那个气氛没错。好，太棒了，有机会来看有没有机会？哇，本日金句，有机会来看有没有机会？我知道除了没机会的状况，应该都有机会，然后就可以来看看，好，看要不要同步视听。我们可能要改一下进度，这个聊天聊的比较多，所以看的有点慢啊。这个匿名是谁投的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好像想要直接把我纳入集彩之家是吧？你们知道有一部漫画叫集彩之家吗？我也是前阵子才知道这个作品，但我根本没有翻开来看。你们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像招式名Gokusai Flame 有没有？听起来很像某种会喷火的火焰系的招式名。这个我整个复制好了。我觉得这也可以给个特别奖，就是它可能不会被我拿来当名字啦，但是哪天有幸我需要使出一个招式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这个名字。集彩烈焰，集彩弗莱姆。
Gokusai Flame， 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发出什么7种颜色的超炫炮的火光这样子的攻击。没听过，好，没听过，看看啊，你去看集彩之家，我去看终极系列，哦，非常公平的一个交易。好，我们来看第10个，谁？吱吱吱是谁？阿慧原来是天慧的部下吗？这可不一定，这个我们还没分出胜负，这个要分出胜负之后才知道。我们那个铁笼战还没碰上，还没碰到。铁笼战是几年前的梗了，大家还记得铁笼战吗？救命！怎么办？这是谁啊？然后投的这个我看不懂嘿。欧米西德比还没开，上面写喝鸡吗？你说我跟天辉是好姐妹吗？算。欧米西德比还没开发票。这是什么？我需要解释。如果投稿这位的人在现场的话，可以跟我解释你的创作理念吗？不然我没有 get 到这个名字的意义哦。还没开发票啊！这是刚刚说的那个嘛，取谐音系列的啊，猪蜘蛛哦啊！原来这是猪蜘蛛，原来如此。不行，我一定要用我的那个，原来是这样吗？幻师你怎么这么聪明 ？OVC 的 beat 还没开发票，哦，什么 OVC 什么 OVC 是什么？哎 ，OVC 就是 Open Verse Challenge， 就是那个，简单来说就是把歌写一半，可以这样讲吗？其实这样讲也没错吧，就是故意把歌写一半，然后剩下一半给大家去接着把它做完。对。哎，好吧，那既然他都讲出来了，我本来想要再保密一下的，就是没有啦。其实我的新年新希望也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今年想要办一场 Open Verse Challenge， 就是我写半首歌啊，剩下一半给大家去接，我们接力去把它唱完。哎，对。所以就是那什么是 beat， 就是总之就是饶舌作品比较常会看到这个词，就是它的那个我简单讲，就是它的音乐就是不是人唱的那个部分，它的音乐伴奏的部分就叫它 beat。所以就其实我有麻烦朱蜘蛛老师做了这个 beat， 然后就是之后我要办 Open Verse Challenge， 我要办 OVC 的时候就会拿来用，对，就是会使用朱蜘蛛老师的 beat。哇，那既然他都讲出来，你们就知道那个我办 OVC 的日子也近了啦，也近了，就是不久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参与了。对，具体是哪一天呢？请让我再保密一下，我想要保持一下神秘感，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完了，现在被你们知道他还没开发票了。对，那请老师就是再把发票再传给我，谢谢。对，哎 ，Fiorenza， 你好，我们是初见吗？因为在其他地方会有看到你，所以我不确定之前的台你有没有刚好有时间来看过。对，那总之你好。逃漏税不是有开发票就不会逃漏税了，好不好？对，好，总之就是这样。哎，你们要参加呢，请务必好。这个名字应该要给特别奖，它有符合到我刚刚讲的，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呢，蛮多，好大哦，太大了吧？朱蜘蛛老师，好，总之，因为他有讲到，因为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有些 VTuber 的名字刚好会是某些谐音啊，这完全就是一个标准示范。然后我贴错格了，我应该要贴这一格。对，原来是 OVC 的 beat 还没开发票啊，这是个有趣的名字呢。啊，你怎么了？没有啊，就是这不是你投的吗？这是你投的吧？这不是你投的吗？
就是猪猪老师制作一个非常精美的 beat， 然后之后大家就有 Open Verse Challenge 可以玩了，所以请大家帮我在聊天室刷一排，谢谢猪猪老师，好不好？对，请用你们的行动，表现出大家对他的感谢，谢谢。对啊，你发票你再看要怎么传给我，不然会被人家说逃漏税。对，谢谢猪猪老师。真的刷一排哦，太棒了！到底谁是谁的部下？我才不是集彩天会的，不是我是不是集彩天会的部下不重要，我看大家蛮好 Q 的，应该都是我的部下吧。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位的投稿哦，幻思吗？洞顶爵士，为什么是洞顶爵士？洞顶爵士，这有什么梗吗？我想一下，洞顶是什么？乌龙茶。洞顶爵士 ，don't 什么 don't 什么？还是因为我很常搞乌龙，所以是洞顶爵士，真的假的？幻思还在吗？幻思还在的话，可以跟我解说一下你的设计理念吗？告诉大家你是怎么设计我的。哦，不是这样讲，什么意思？洞顶爵士，在幻思有机会解释前，我现在偷看下一个。陈述陈述，我们陈述哥也是一个擅长饶舌的 VTuber 呢。神圣彗星反射力量改之我不是陈火蛇，我自己也想按那个表情了，你们等我一下，我也要按一下那个表情，就是那个问号脸。我怎么按出来？问号脸在哪里？啊，找到了，在这里啊！我自己按，什么意思？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感觉新形象蛮贵气的，像是有一个爵位的角色。我以为爵士是指那个 jazz， 原来真的是爵位的爵士吗？洞顶哦，随便搭了一个食物 ，OK， 那这就是那种什么那种就是那种那叫什么跟风文吗？就是你最近吃的一个食物，加上你的爵位，就是成为你新的乐团名和你新的 VTuber 名，听起来是这个感觉吧？是这个感觉。哦，想想啊，什么哀真蛇？真的假的？哀真蛇？等一下，这个一定是特别奖。特别奖也太多了吧？特别奖怎么那么多啊？大家都好特别哦。哀真蛇好哦有感觉跟柠檬公爵会出现在那个照样造词里面，就是对，就是那个你手边的东西加什么东西是你什么的名字。对，如果以后那个大家的，如果以后你要辅导小朋友的作业，然后他的那个照样写短语里面有那个柠檬公爵，你就可以照洞顶爵士，好吧？伊藤绿茶也是这样来的吗？好，真的好乖哦！你真的看了那个跟风文，你就真的照着他说的去取这个名字了，太乖了吧？阿昏安，欢迎！开台可以叫有蛇时光。我要先抄走，我马上抄走，我马上记起来。等一下。好，我一样写特别奖，我马上写起来。有蛇时光，好因为那个大家可能也有发现，我开台蛮喜欢用一些有趣的谐音的名称，比如说那个什么闹五颗零、闹颗零这种的，对，所以我觉得有蛇时光，我必须马上抄起来，会不会开不知道，先抄下来。等一下，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啦，洞顶爵士哦。如果我爸妈把我的名字取叫洞顶爵士，我会不会把它改掉啊？好像会好像会，怎么办？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当绰号，但是对听起来跟柠檬公爵真的是一组的。对，我的靴子里有蛇，
我的靴子里有蛇，好好，完蛋！我今天是来收割大家的那个，可以给我当那个开台的企划名称的，太棒了！直接快乐收割哎，然后把它缩起来，哎，这排版好疗愈哦。好，我的靴子里有蛇，抄走。身上绿绿的，不就是可以推出洞顶乌龙茶？那要请那个愿意合作的厂商。请给我钱，不是，对，就是请给我钱，请来找我，谢谢。对，噱头的噱就很适合，没错。对，真的是简直变成企划主题大收集、大收割，好不好？直接大收割。没错，大家都很有梗，我就来拿走大家的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抖内的形式不止一种，好不好？就是你们。不只可以给我钱，也可以给我灵感，也可以帮我分享，也可以帮我把觉得好笑的时间标下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帮助我，所以太棒了！我要来收割大家的智慧结晶了。好，但我们可能要割得快一点，不然我等下会太晚吃晚餐。什么被合作？周边就是茶包装样式的水壶，什么意思？你家是开水壶工厂是吗？哦，如果还是你有认识水壶相关的厂商，有机会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欢迎，有机会都可以聊聊看。好，我们还是来面对这个陈述的神圣彗星反射力量改之我不是陈火蛇，这个我是觉得不行欸。如果我爸妈取名叫做神圣彗星反射力量改之我不是陈火蛇，我会把这个名字改掉吗？会，抱歉，抱歉。智慧结晶，谢谢，真的耶，智慧结晶。那其实蛮多梗都可以用这个会啊，这个也就是怎么讲，这个拿来当绰号也是蛮有趣的，对，我想想，好，但是我们刚刚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爸妈帮我取这个名字，我会不会把它改掉？会，好，那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只好给他一个 N 而已。哦，狸猫屋子，这是狸屋头的吗？哦，你有听过可以委托少量客制化的工厂？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好，那现在你可以直接分享贴给我。集彩天会这样也可以哦？不行吧？我直接被天会告哎，不行啦，太靠腰了吧？那有很多哎，那有很多有会的都可以耶。天哪！我甚至可以直接叫魔法风云会，救命！好，我们继续。狸猫屋子吗？等一下，其实因为那个狸屋这两个字，如果要直接打出来的话，要选一下字，所以我确实有时候要打狸屋两个字的时候是这样打没有错，先打狸猫，然后把猫删掉，然后打屋子再把子删掉，真的耶。好啊，你自己也是不是？该不会你自己也是吧？天哪！哇！啥都会，安室奈美惠，规北都会，规北都会好像蛮正常的。感觉我知道要开什么骂倒台的时候也可以，不是我有要开骂倒台吗？你们有要看再跟我讲。好像也可以叫规北都会呢。哈哈，你也真的假的？你也是吗？大家都是，你是我是，大家都是。好，霹雳火爆俏皮蛇，感觉像什么霹雳娇娃之类的呢。这个也很适合当绰号啦。如果我爸妈帮我取这个名字，我会不会把它改掉呢？还真的不会耶，太炫了！写作我没有要开写作业台，我有要吗？我应该比较适合开那种吧，出作业给别人写，就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考题，然后叫别人来写，然后哭给大家看。
这种比较有可能。那更适合了，更适合叫你学不会了，真的耶，就是请了来宾来，然后给来宾写那种根本不可能写得出来的考卷，然后再跟那个来宾说啊，你学不会，怎么不找自己的问题？这样对吗？完了，好，这不错。如果那个登记那个取名字可以用这种特殊符号，用句号，然后用 emoji， 我一定不会把它改掉，太酷了，谁舍得改掉啊？所以这是非常合理，这个名字非常好，非常好。友情爆破台哪有？这哪算友情爆破台？友情爆破台的前提是要先有友情啊！如果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朋友，不就没有问题了吗？什么亢龙有会？什么意思？这是谁？不交会朋友，不会交朋友，真的耶。火蛇刚得了 M， 你就说火蛇是不是躺赢狗嘛？哦，救命！好，下一个同行结仇台，没错，你就公开爆破他，你就消灭一个同行，直接打击同行的自信心，然后就可以收割他的流量，就是大家就是那个他被我爆破一蹶不振了，他就不会开台了，然后大家就是看不到他的台，然后就只好来看我的台这样子。亢龙有悔，乾卦原来如此，我不懂的事情真的有点太多了。没错，就是消灭同行，太棒了！我的 VTuber 生涯要多一个新目标，我要去消灭各种同行，然后大家之后就没有其他台 V 可以看，就只能看我了。哎呦，好狠！玄波幻师听起来跟玄波幻师应该是不同人吧？蛇君16世听起来也很像招式名很像降龙18掌或者什么的，或是听起来也像一种，你知道，如果我是那种高科技战斗型的那种，听起来很像是会有一个工厂啊，然后生产很多生化人，然后是一个蛇君系列的生化人，然后其中一个可以叫蛇君16世，布袋戏吗？这是从布袋戏来的吗？真的假的？看一下。没看到，但对，有那个感觉吧，就是很像武侠会出的招的那种名字，非常像。对，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得个特别奖。对，会成为招式名的也都被我写在特别奖啦，比如说这个 Gokusai Flame， 或是这个蛇君16世，太棒了！我现在有好多能力，好多不同的招式可以殴打同行哦，好赚啊！对，听起来可以跟洞顶爵士打一场，听起来可以在铁笼战的时候拔得头筹，或是拔得人家的头这样子。拔得人家的头是不是有点太暴力啊？算了，反正我都已经讲了，都已经得罪了，没差了，没有什么好失去的。火蛇百世听起来很像百世光阴就是不是光阴，百世观音，就是会长的那个嘛。也是一个地方传说。对，刚刚好像搜寻结果好像有出现。拔头吗？真人快打吗？就是 Mortal Kombat 对不对？那种感觉。百世光阴，不要！我拒绝承认，刚刚大家都没听到，大家都忘了。陈大舌头，我要给你特别讲。不是你们投稿倒是投表单啊，直接在聊天室投一堆这么好的怎么办？特别讲，陈大舌头又可以开台了，又可以有台词回，不行，感觉会被骂，感觉会有乱消费人家的嫌疑。拔头得丑，其实我刚刚也在想，真的或是拔得仇头啊，拔了那个仇人的头啊，确实会得到一些仇。哇，光百世就耗费了光阴，就是你摆太久啊，或是你挑太久啊，就是会变成百世光阴。合理啦，感觉百世光阴跟友善时光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就有点，你知道，卖不出去的东西就会变哀真蛇，对，
然后卖不掉的百事就可以有个什么百事光阴，把它卖一卖。也是啦，灵感要聊天才能来，确实。难怪啊，原来是哪有这种歇后语啊？福利连买家具，百事光阴，什么东西？但真的这种聊天的时候，灵感就是会一直莫名其妙跑出来。对啊，所以我才这么喜欢开那5颗连啊，就是我可以，你看我就直接请同行来，我就可以蹭同行的流量，然后开又聊出一些灵感，我就直接欢喜收割，对不对？就是聊天那个也是在靠来宾呐，讲话好笑也是来宾在好笑啦，但是流量都是乘火蛇在收割，哇，直接整碗端走，舒服。完了，我现在的形象就变这样了，就是一个坏到果子狸，坏到果子狸的火蛇，好坏，又坏又强盗，坏到果子狸。坏到果子狸的火蛇，天哪！好，我们来看阿杰克的投稿。沧海一起，涛神演吗？三声吗？哇！第2次没按到开台，没开2度哦，好烦哦！你们怎么都这么会啊？比单灰记还会呢？这个涛神岩感觉同时有这个火属性嘛，有3把火，不是3把火是什么？3把火，3把火，然后又有这个很有这个海洋味，很有婴同燕，原来如此，因为它就是燕的意思，对对，你们都很会。派龟鸡吧，坏到果子狸，没错，意思一样。对啊，这名字感觉就是你知道，同时有2种属性都很强的感觉，那个叫水火双修，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海洋系的能力也很强，然后火焰系的能力也很强，这种感觉。星光散论3把会，怪盗基因的坏到果子狸，确实有点港片可能会出现那种名字的感觉。简直可以加入霹雳布袋戏，的确，我觉得这个 SR 就是我可以为了这个产生新的人格出来开台的这种感觉。新皮上任3把火，也是，最后输在自己修了2个相克属性没有发挥极限的感觉啊，这么惨吗？感觉要发挥极限，感觉就是火跟水，感觉就是要用那种产生蒸汽那种类型的，我只想到蒸汽这一类的攻击，就是对，蒸汽也是可以很有威力的。但还是有点相克，没有错。什么？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那个徐恩璇老师会直接让我自爆是吗？这么炫吗？有这么炫吗？有炫到会自爆吗？对，烈焰如涛听起来超帅的。烈焰如涛真的听起来好帅，非常喜欢这个名字，非常喜欢这个招式名。蒸汽庞克斯感觉可以耶，感觉蛮适合的耶，就是用这2个能力，然后去产生蒸汽系。真的，你以为是水火不容啊？没有，水火不容小觑啊！感觉头发就是一边红一边蓝，听起来很抄袭轰焦冻不好吧？听起来超级抄袭的。那个叫朋友半冰半染，不行，会被告，不能讲太多，会被告。对啊，水火不容小觑是真的很好笑，水火不容你小觑是谁？真的是低配协防版轰焦冻，你甚至轰焦冻为什么是那2个字啊？轰焦冻听起来是某种果冻有焦又有冻，轰焦冻，感觉是他如果出周边的果冻的话，可以叫这个名字，会让朋友磨头磨到死的感觉。
哦，好酷哦！他在霹雳工厂上班，好酷啊！是因为我的宝箱怪颜色像沧海的这种色系，然后又有灰。哎，没错没错，这个颜色那个也是让我自己也蛮有这种感觉的。甚至我想要用英文找这个色系的时候，我也是直接用那个海蓝色 （turquoise）。对，什么跟葡萄变态一起出吗？什么意思啊？葡萄变态吗？感觉可以一起出哎，可以耶！葡萄变态就可以出那个，我甚至不记得他的名字，他就可以出那个葡萄口味 QQ 球，完全超级适合。他叫丰田石啊，我想起来了，对，对，叫葡萄变态也蛮可爱的。好，靠腰比赛不是靠腰比赛冠军哦，我猜猜看，应该是阿密吧，因为阿密好像常常说我都在靠腰嘛，应该吧。应该是阿密投的，因为就是阿密好像也说他也蛮会靠腰的，然后我也蛮会靠腰的，他常常会说火蛇又在靠腰，应该是阿密吧，肯定的。火蛇箱子就一整个像是沉浸深海200年的感觉，对，就是在下面泡太久再捞起来就这个色，对，没错，简直可以翻唱深海少女。是说，我之前听其他 VTuber 翻唱《深海少女》的时候，听过一个非常棒的版本，有多棒？他直接把那个在海里的感觉都表现出来嘞，就是这样子，就是表现得非常好。他甚至整首几乎都是这样唱的，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大家可以试着找找看这个片段。我不记得，我忘记是谁了，但是真的超级好笑。你无讲你爱靠腰，安尼就干那我啦。不过你应该点点讲我在靠腰对吧？你应该有常常说我在靠腰，应该是你投的吧？我应该没搞错吧？如果搞错的话，那就拔得头筹了。开箱一下投稿就获得了新的弯修，真的是拔得头筹。对，就是听起来就是进水在唱，没错，就是简直溺水，超棒，真的是深海少女。那也算深海少女吗？是溺水少女，差不多吧，在深海里不会溺水吗？你们知道海绵宝宝里面的珊迪吗？请问珊迪是不是一种深海少女？不是误会人家就把他宰了，只是他会跟我有仇而已。没关系，可以成为我的黑粉，黑粉才是爱的更大力的，就会每天发文说哦，那个阿慧今天一个在冲啥，这个阿慧今天怎么又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看，阿慧是谁？然后我又可以收割流量啦，对不对？珊迪是一种深海少女，真的哎！天啊，珊迪是深海少女！天啊！我靠！东咸不是东咸，东咸碰气啊！没有要干嘛？那有东咸又没哦？东咸是因为泡在深海里啊、哦，真的耶！东咸碰气，浅海、深海是要搭公车才能去的乡下。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海绵宝宝？他第一句就住在深海的大凤梨里，肯定是深海啊！那里当然是深海啊。其实那边看起来也蛮乡下，比奇堡看起来不乡下吗？我觉得比奇堡看起来很乡下哎。不是，为什么今天开个台讲一讲，也可以讲到比奇堡看起来很乡下？怎么这么会聊天？来，怎么有你？投好多哦，确实我没有说一个人只能投一个，太棒了！旋波缓速，这一定又是不同人，一定又是不同人。199吃到饱是什么？什么意思？比奇堡看起来大约是斗六是吗？是这样子吗？人家斗六人会出来抗议。愿意下海跟海洋生物互动，不就是个深海少女？对啊，没错啊。等一下，什么意思？所以珊迪是下海松鼠，是没错，是没错。
这好，我们今天山迪的话题就到这边，再下去会越来越不妙我觉得感觉越来越不妙，不要，冷静啊！你就是斗六人，好像没有人动得了你，那没事。就像我也常开台说，没关系，台湾人就是好欺负啊，我就是台湾人。800蛇场怎么听起来很像会在超能力系的日本漫画里面出现呢？感觉会是那种会使用超能力的角色，然后名字叫800蛇场。然后我查了一下，我发现士林有一个生鱼片餐厅叫800渔场，是吗？是这样子吗？你们谁是肮脏蛋？好烦哦！小时候最爱看海绵宝宝了，不要让我想起来，不要让我想起来。800蛇场听起来很。对，听起来是800渔场来的是吗？可是听起来也很像超能力系的少年漫画的名字就是那叫什么突然举不出例子。怎么办？我第一个想到的名字是800万百，但是就有点那个感觉吧，就是会出现在那种漫画里。800烦恼凤吗？也是蛮炫的，也是蛮像。也是蛮像酷炫招式名的，可以，是800渔场来的，原来如此。对啊，听起来是牛舌烤肉餐厅场地归界，这样好耳熟。确实也是角色名，没错。不是这样听起来，800蛇场就是想要开一个那个牛舌的餐厅，然后又取不出名字，就直接抄袭800渔场，然后就叫800蛇场这样子。好了，我觉得那个叫什么？作者已死。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作品做出来之后，怎么诠释就是观者的事了。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很适合当那种有点中二的超能力的角色名，所以可以给个 SR。800蛇场，我没位置了，不让我拉过去吗？可以。好，800蛇场，有机会又可以衍生一个新的人格出来演这个角色好忙哦，怎么那么多角色？好，下一个，好饿哦，你们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这个又有头一个。我喜欢是180，一直讲成800，完了。好，我现在知道了。180蛇场听起来也是蛮，就一样也是蛮适合变炫炮角色名的，没错。这个我喜欢，钟情人间道火蛇非常君。因为我喜欢喝咖啡嘛，大家知道我喜欢喝咖啡，对，所以有这个非常君，就有一种敏锐的舌头尝遍咖啡嘛，不错。这个是全名吗？还是我的名字就叫火蛇非常君？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这个我真的蛮喜欢的，我觉得可以给到 SSR 全名，如果我的全名叫这个的话啦，如果我的爸妈给我取这个全名的话，我不会把它改掉，所以它一定至少有 R。然后如果只用前5个字，因为10个字我会觉得比较长，所以如果是新观众的话会记不住。但是很诗情画，对，布袋戏感就是很有那个很文啊，会有那种文学的美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的确有布袋戏感，然后有就很诗情画意，就会蛮诗情画意的。我很喜欢火蛇非常君这个真的 SSR。今天的第一个 SSR 会不会有第二个不知道，但是今天的第一个 SSR 诞生了。取得好，我非常喜欢。好，甚至我等一下就考虑直接去户政事务所改名，是户政事务所吗？改名是户政事务所吗？不知道，应该吧。怎么有你选 Bro 换书？蛇剑烈火丸，我觉得听起来不错就是我们说那种吵架很厉害，不是会说那个叫什么
唇枪舌战吗？没有剑呢，没有剑呢，没有剑。唐突超卡吗？真的假的？还是我网络有点网络在雷是吗？对，就是可能因为我很除枪弹辩驳吧，然后里面有一段里面有第2部跟第3部的那个吵架可以用他有用那个刀剑的方式去比喻它，去一个对，所以我觉得很有那个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我很擅长跟人家争辩或者是骂爆人家那种感觉。我觉得蛮有味道的，然后烈火丸就有一点那种嘛，日本的剑客嘛的那种风味，所以这个不错，这个也是会让我觉得我甚至可以为他再衍生一个新的人格出来，我直接变24个比例耶！我要为了各种名字去生一堆酷炫新人格出来是吗？那我要请他赞助人格费。只能生人格是因为没有钱生那么多皮，这真的没办法。呀，我的滑鼠好卡，好，有了。对呀，非常君，我也觉得非常赞，我非常喜欢。再一个幻想朋友叫唇枪吗？我是蛇剑是吗？真的，火蛇多重人格世界，就是太没朋友了，所以我就。我就只好，没错，我就只好生一堆幻想朋友出来陪我。对啊，武士浪人会有这样子的名字吗？狸猫这是那个吗？就是莫名其妙拿了一点那个北尾机来看一看啊，突然就会了的狸猫，太厉害了，非常有技，很有钱是不是？是要让我很有钱是吗？灰熊。不是灰熊，灰熊武技非常有技还是有趣？这是哪个谐音不知道，但是感觉蛮好笑。这个可以给特别奖。这个我最喜欢跨语言的谐音了，这个完全是命中我最爱的东西，所以这个一定要给特别奖。真的好多特别奖哦，大家都很特别。喜题特别奖，还是叫霸王可以去彰化？你要确定哦，所以是非常有趣嘛，非常有趣。好，我们终于再4个就到底了。那我要趁现在把表单关起来，嘿嘿。等我一下，关一下表单，设定，我要怎么关起来？突然不会关呢？怎么关？算了，不关了，因为我也找不到怎么关。好，就这样。应该是最后4个。你们想要我开久一点的话，可以再投。好。哇，非常巨性转就是回雄鹿，真的耶。不是。阿轰什么意思？灰季是什么？花姐吗？灰季什么意思？是要我也要性转是吗？是要让我穿女装的时候可以用的名字？如果我爸妈帮我取这个名字，我应该是会把它改掉啦。这汉字是哪2个字？是这2个字吗？是吗？是回记吗？还有什么同音的？我想不到其他同音的对吧？应该是这样吧。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来口的西尊，我现在就没穿啊！你看我这个箱子，我这个箱子上面有穿任何东西吗？对嘛？是这2个字。好，是这2个字。灰鸡丸，灰鸡丸，花枝丸是吗？
啊，好久没吃花枝丸了，害我突然想吃炸花枝丸。炸花枝丸超好吃哎！你们应该都有吃过炸花枝丸吧？你们有人没吃过炸花枝丸吗？这应该是大家都吃过吧？我小时候超级爱吃哎！小时候只要是有去夜市或是怎么样对，就会想要吃花枝丸。灰记跟灰记有同个音吗？没有，不一样，声调不一样，所以它的声调也不一样。就是我没有写，好吧？对，灰记跟灰记不一样。康吹宝记，不要这样，我才不是这种人，我才不是康吹宝记的人。边人晚安，你好，我们是初见吗？你好，欢迎你来，欢迎。炸花枝丸超爽，一定要加胡椒盐，没错。好啦，我知道啦，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给个特别奖，就是以后哪是有一天，哪是有要天，要是有哪天，不会讲话。要是有哪天，我就可以宣布说，我要出一个这个性转的版本，然后你们一看我就穿那个花枝丸布偶装，太棒了！哦，讲啥有空嘴啦，春出我的宝记啊呢，好，也算是空嘴宝记。对啊，我话都说不好了，真的，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简直是咪咪冒冒。可能我咖啡喝不够，我等一下下播之后，我应该买晚餐的时候再喝一杯咖啡，人就会好一点。你是在极限2选1的时候出现的，拍谁？因为我现在状况有点呛，所以本来记忆力就很差了，现在记忆力更差。那我跟你说。边人，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刚刚那个我们这个台应该是6点要开的，然后6点大家就开始在那边等我，然后6点大家就从6点等到6点20其实我也在等大家，我也从6点等到6点20，为什么嘞？到底发生什么事嘞？我没有按下结束直播，完蛋。你就知道我今天多笨，比平常更笨，真的一句讲都不会话了。咖啡配乌龙茶，唔免咖啡就好，咖啡配咖啡，好不好？喝到吐。形象公布前可以决定名字，可以吧？今天这个台开完就决定啦。你们不要再给我1分钟内投个100个就没事。对，我等一下就是现场就会选出来，我们 SSR 甚至都已经有一个了。对，好。很快啦，再几个就结束了，没事。阿修留代吧投的。火烧岛火祭莲，因为罗代吧喜欢火跟灰读音相似，然后同时包含了火烧岛跟舌灿莲花跟花莲的概念吗？名字的那个等号是像猎人那样子的感觉原来如此。那这样蛮炫的，我喜欢那个等于的部分。灰小的灰我念错声调了，再一次。灰小的灰祭莲，灰祭莲，这个也蛮酷的，这个也。就这感觉就是会在猎人里面出现的名字哎，因为猎人里面的名字也都蛮，就是你可能有点看不出它是直接参考现实的哪个地方，所以不会太有固定某个文化的印象，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感觉，就反而会更有那种异世界的感觉。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好，就是一样，这个也是会让我想要为此生出一个新人格的名字，你知道吗？这个我要写下来。那这个也是 SR， 不采用的话，你拿去当角色招式也可以。
这是你发明的，你绝对可以，你当然可以拿去用啊。如果到时候我也有拿来用的话，你就直接跟大家说是我抄袭你就好了，这样比较快。然后大家就可以来骂我，我就会获得关注，然后黑粉也是粉，所以我又可以收割流量。哦耶，喂，哦，好炫哦！炎灵术的意思吗？就是我念名字念一念，然后就起火烧到死，超炫。你最满意的取名是两金灰级，其实我也是，超级适合，完全可以直接拿来开台词回耶。在这方面来说，我最喜欢的是两金灰级，没有错。当然啊，当然流量啊，不然做 VTuber 不做 VTuber 不赚钱就算了，至少要流量吧，不然你来干嘛？就是没有啦，不是说一定怎么样，但是就是要让 VTuber 赚钱，当然没那么容易，但是至少可能很多人来当 VTuber 是有一些想带给大家的东西啊，想跟大家说的话，至少我是这样，我就是有很多想跟大家说的话，所以至少给我流量嘛，这样比较多人听我说话，我就更爽啊，非常合理，对不对？黑粉是 chocolate 粉，不一定啊，有可能是咖啡粉啊，对不对？是多么 Firebox， 是因为我是一个有火的箱子吗？法尔伯克斯，感觉蛮适合当箱子形态的名字。对，哇，这个跟那个记不起来的名字，因为有点长啊。这个跟闪闪亮亮华丽宝箱怪有得一拼呢。这是一起在竞争这个箱子形态的名字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其实不错，因为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名字应该也蛮受欢迎的啦。就是我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应该不会伤感情啦？就是至少是我的观察，就是蛮多 VTuber 喜欢取的名字，不外乎就是台湾 VTuber 很多会喜欢取看起来像欧美翻译过来的名字，比如说法尔伯克斯这样子。对，那也有蛮多人会喜欢取看起来像日本的名字。对，那大家应该也都有感觉，就这种名字比较常见，所以我觉得取这类型的名字就不会太差，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太奇怪。像陈火蛇就很奇怪，好不好？怎么会有人把名字取叫火蛇？对，甚至那个我家人看到我的频道也会直接问我说：“你取那什么名字？你不想把它改掉吗？”这样子也是有的，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闪闪亮亮华丽宝箱怪都蛮适合当宝箱形态的名字的，但因为我们今天是想要帮那个人形形态取名，所以应该不会采用到人形形态，对。但是太棒了，我有更多名字了。对，可以直接联想到主题，蛮方便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看到名字你就大概知道是谁。敢有当男阿和朋友的名？没有人投呢，没有人投比较像东南亚类型的名字给我，所以有人投稿，这是谁？这是谁啊？是 ZY5 吗？今天没有讲话，还是谁？是谁有其他名字我没有认得你的？可以认领一下。对，台积电吗？其实不错感觉可以当因为我有那个对，留下上顺行暗等加吧。因为那叫什么？因为我不是有那个吗？那个叫啥？那个叫 Minecraft， 我不是有那个 Minecraft 的伺服器嘛？然后那边会盖一些建筑，蛮适合当我的建筑的名字的嘛。什么什么电，台积电，不错，台积电，这个也是特别讲，这个我可以收割拿去用，以后那个 Minecraft 盖的建筑就可以叫这个名字。好，太棒了，我们终于把24个比例不是，确实也是啦，某种程度上，我们终于把24个名字看完了。
那我就不受理更多投稿啦啊！我要怎么停止那个、啊？看一下啊，回复不是这里啊，这里啦，找到了，太棒了！好，关起来啦，重整一下，应该没有遗漏的吧？有投的都讲到了。那我们来想一下，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就是收割到很多好名字，可以以后开企划的时候常常拿出来用，好不好？好，那但是最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有讲到嘛，就是大家都习惯叫我灰记啊，就是这个名字也就怎么讲，深植人心，那我 KK 会很哭，我没看到，没有啊，投稿没看到那个啊，不要乱去，那感觉会被抓呢。用这个名字感觉不太好啊。对，然后就是大家应该都认得我就是陈火蛇啦，然后就对，所以我应该频道是不会改名字，我在我自己的频道还是叫原本的名字。但是以后你们想要玩梗的时候啊，或者是你们想要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啊，这些名字你们都可以拿来用啊。我记得的话，我就会知道在讲我。然后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火蛇非常君这个名字，所以我会好好想一下这个名字可以用在哪里。对，没错。好，那。总之呢，之后我应该会试着去人格分裂一下，然后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名字。对，用在咖啡台没错，非常适合有一个就是喝咖啡，然后跟大家一起品味人生，然后看看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的这种节目，我觉得就蛮适合的。然后就有很多都适合用不同的形象啊，或是不同的讲话方式来跟大家互动，所以我会试着人格分裂一下啦，然后多开一些有的没有的各种神奇的台啊，到时候我就用不同名字自称这样子。对，那没关系，就是无论哪个形态，大家都还是可以用陈火蛇单灰记来叫我都知道你们在讲我。好，大致上。没错，没有得奖也不用伤心啦，就是本来就也没有奖品，所以对，好，那今天就是感谢大家的投稿，感谢大家4名赐给我很多好名字。那最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你们一定都知道是什么事，对不对？应该不用我讲吧？大家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今天礼拜六了。礼拜六，那我可以用那个露出度比较高一点的。对，其实我准备了很多不同的缩图哦，每一张的露出度都不一样哦。露出度是露什么？没有啦，你们仔细看，有没有看到？露了一点点啊，有没有看到？用力看啊，露了一点点出来了。我应该会偷偷的。现在你们看到的，现在你们在频道上看到的缩图，应该是完全没有露出的。对，阿赫，我现在没办法缩小它。有了，好，没错，大家记得礼拜一呢，没有来我会哭呢，真的啦，我真的会哭啦。没有来我没有来我就直接就是哭2小时，然后就是来补档的人就是直接看我那边哭2小时，好不好？还是你们会反而比较想看这个？算了，当我没说，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好事哦。这个圆满了 SSR， 对，因为老师真的很喜欢那个名字，所以SSR 当之无愧，好不好？对手跟衣服露出一点点记得要来看，好不好？来跟着我念一遍。下礼拜一唔通绕高去，唔通放袂记。3月17礼拜一暗时7点，记得来看，记得来看单火记好好做人。
哦，来看我以后人模人样，好不好？先看我隔壁电话吧，稍等一点点好吧？别看我上面头啊，没有漏那个 YouTube 不能播，不会漏那个，好不好？好，就这样子。那，嘿，谢谢阿健，还真的跟着念一遍，没错。下礼拜一暗时7点，哦，成人典礼，很成人哦，不成功变成人哦。不行，那样就不成功了，那应该叫成功变成人啊、哦。对，观众都是哇，哭完发现没按直播，太狠了，太狠了，礼物，这个有点，这真的会哭死，真的会哭死。好啦，那感谢大家来，感谢大家今天来。那我们今天，所以最后到底是哪个名字当选嘞？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 SSR 的那个火蛇非常君，对啊，全名是钟情人间道火蛇非常君。对，发现7点没开会私讯通知，可以直接在聊天室打没关系，在聊天室打我更快可以看到。对啊，私讯我怕因为我通常开台的时候，我手机会关静音，我不想要。我跟大家的那个相处时间不想要被打扰，所以私讯我是有可能看不到的。对啊，那个聊天室就是大家都当自己家啦，除了频道密码不能给你们之外，你们聊天室可以当自己家啊。就有什么要跟我讲的急事、琐事、帮宝事都可以直接在那边都可以直接打出来。对啊，当然有一些不能讲的，你乱讲就把你编掉而已哈啊。但是善意的提醒或是台语方面要指教的都 OK。对，没错，就这样啊。对，还有7成4，谢谢。好，那好啦，就这样啦，该交代的都交代完啦。那总之不对，总之就是频道名字我应该是不会改，然后我自己在自己的频道活动应该也还是叫陈火蛇，但是之后我去其他地方活动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其他名字拿出来用。或是我会拿一些名字来做一些有趣的台，对，好，就是这样。好啦，大家可以去吃晚餐啦，我也要去吃晚餐啦。那我们就礼拜一再见咯，嘿，礼拜一再见咯，要记得来哦。好，大家嘛是拢好好吃饭吼，各位安安好，拜拜。希望我礼拜一会记得按下直播呢，嘿嘿。希望我礼拜一会记得开始直播呢。好啦，我现在变成忘记按结束直播了。好，我要按了，大家再见，拜拜。